新年接財神嘅攻略嚟啦！好多人淨係知道初二、初五可以接財神，但係唔知道其實係有講究嘅喎。指定嘅動作做啱咗，新一年坐等暴富。首先，初二同初五接嘅財神咧，原來唔係同一個財神嚟嘅。我哋初二接嘅咧係偏財神，或者講係文財神；而初五接嘅咧係正財神，亦都係五路財神。咁早喺明清嘅時期，迎財神嘅習俗就已經開始盛行。大家都祈求新嘅一年偏財正財雙豐收，全年利是亨通，生意興隆。同時亦都要記得我哋咧要注意有呢一啲禁忌。第一個接財神嘅當日要忌講唔吉利嘅説話，忌嘈交啦，忌打爛嘢啦。如果真係打爛咗咧，都要講句落地開花，富貴榮華，一定要講好聽嘅説話。第二要忌關門關窗，因為咧唔見天日，啲財都唔入嚟啦。財門敞開，財氣先可以屋企。第三，當日咧就唔好食，亦都唔好供一啲過期同埋破損嘅嘢。記得用新鮮嘅水果食物、糖果，先至會豐衣足食。第四，接完財神當日，記得唔好亂咁使錢啊！財富代代平安，先至可以聚財納福。祝大家馬年財神到家，賺錢賺到笑哈哈！記得點讚關注哦。